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峰。我相信咧好多港澳同胞諗住出嚟大陸呢邊養樓，但係咧又唔想買樓嘅，想租樓。其實呢個諗法咧已經係好多港澳同胞實踐緊嘅啦。喺大陸呢邊租樓，唔諗住買，邊睇邊住邊買，睇完之後居住完之後，體驗完之後再諗住去買。咁我哋過嚟珠海咧，其實係兩條路線啦，一係咧就坐船，一係咧就係揸車。或者坐大巴過嚟，咁坐船呢，我哋去到邊度？咁即係去到吉大九洲港碼頭。我相信好多朋友已經係坐過船過嚟㗎啦，九洲港碼頭。然之後呢個港珠澳大橋，咁港珠澳大橋呢，嚟到珠海第一站就係人工島。其實呢兩個位置都好近嘅。咁呢期呢，主要講係同各位講下，即係我哋要翻嚟大陸呢邊租樓，邊度翻去香港比較方便。然之後香港翻嚟都方便嘅區別。咁第一個呢就係吉大啦，第二個呢第一站呢就係拱北、下灣、灣仔、南灣、十字門。咁呢片呢其實呢都係喺10分鐘以內左右嘅車程去到人工島嘅，相對嚟講呢係最方便嘅區別。咁呢亦都係70%嘅呢個咩港澳同胞都揀呢個區域，呢啲區域喺度居住嘅。咁呢期呢，主要同會講下，即係呢邊個區域係比較新淨啲嘅，有冇新淨啲樓盤同各位推介嘅。咁主要推介就係灣仔、雙水長龍灣。咁雙水長龍灣而家賣緊嘅房呢都仲有嘅，但係我哋而家講下佢租嘅房呢。雙水長龍灣，雙水長龍灣呢，其實一落樓呢就可以翻到呢度上橋點去到人工島，就咁10分鐘咁上下嘅。然之後呢，出嚟呢，由呢度兜個彎翻嚟都好方便。咁雙水長龍灣呢個小區有咩優點呢？優點呢就係往返於港澳之間非常之方便。然之後呢，佢一個回字形咁嘅建築，前邊係冇遮擋嘅，所以成個小區通風效果特別好。然之後發展商嘅一個交付誠意都好足嘅，裏邊嘅裝修特別靚。然之後園林裏邊小區自帶一個無邊際泳池，成個大堂跳高呢都已經係有9米嘅啦。所以話成個小區佢嗰個通風同埋整潔度呢係特別好，好多小區係比唔上嘅。但住喺呢度呢，有個弊端，即係呢我哋需要揸車先可以享受到周邊嘅一啲配套。因為樓下呢只係一少少餐飲同埋啲咁嘅士多咋。咁我哋去到周邊去去進行一啲咁嘅購物消費啊。咁如果係往北走呢，其實去到南屏馬佛商都就5分鐘咁上下。咁往南走呢，其實又係5分鐘咁上下，去到十字門馬佛商都嘅。所以住呢度呢，必須要有車就方便啲。咁今日同各位介紹嘅呢，其實係一套租房，一套128方嘅雙水長龍灣。咁呢個呢，就係128方嘅會員圖，各位去睇下，4房2廳2衛。其實呢套房呢，係依家業主嘅報價呢，係7000蚊每個月。可以睇下裏邊嘅配置。咁呢度呢，其實就係一個入戶花園啦。入戶花園呢，呢度呢係等於係換鞋換衫坐喺呢度嘅。咁呢度呢係雜物櫃啦、鞋櫃啦，呢啲都係發展商一個標配嚟嘅。你睇下當其時人哋發展商交付連啲咁嘅背景牆都同你做埋嘅，可視對講呢啲咁嘅嘢，電視背景牆。咁睇下裏邊嘅配置啦。呢套房呢係得呢個房間呢係未做任何配置嘅，諗住睇下租客嘅需求。咁如果你想做成書房呢，業主就唔配嘅啦。如果你覺得房間唔夠用，咁你需要加多張床，咁呢我哋到時候再溝通。然之後全屋都係一個中央空調嘅交付。房間呢套房呢，廳係南北通透雙陽台嘅。咁呢個位置呢，就係南向簡約風嘅一個配置。電視背景牆、電視櫃咩都有齊。餐廳位、餐台陽台呢邊係南向，可以睇到澳門嘅園林
呢度係小區園林，咁呢邊咧係澳門，咩都已經係搞好晒嘅啦。我哋直接去拎包入住。咁你睇下佢嗰個廚房好大嘅，即係唔會話好狹窄逼住我哋喺度。其實2、3個人同時喺度煮嘢都冇問題嘅，幫下手打下手係咪啊？嗱，冰箱、抽油煙機，咩都已經有㗎啦。咁我哋再睇下裏邊房間嘅一個配置啱唔啱你心水。如果話講啱心水嘅話，各位可以選擇安排個時間出嚟睇下嘅。咁呢套單位咧都啱放出嚟冇幾耐，之前咧係業主自己住嘅，所以保養得特別好啦。呢個咧客喎，對邊咧係已經係搞好咗㗎啦。嗱，衣櫃咩都有㗎啦，床咧係。呢個床咧係1.5米嘅，冇咁大，冇去到1.8米。咁睇下呢啲咁嘅洗手間，乾濕分區，哇，好豪華啲洗手間都。呢啲就發展商交付啦。點解之前咁多人買雙稅就咁嘅原因啦？呢個發展商嘅做嘅交付標準其實真係可以。其實呢啲咁嘅背景牆唔似好多發展商做一個大白俾你，但係呢啲雙稅咧係將呢啲咁嘅牆都已經同你做埋背景啦。你睇下第2個房間啦，嗱，又有衣櫃，光線都特別好嘅，前方冇咩高樓大廈喺度擋住你視野。衣櫃其實係生開門嘅，生開門其實還可以啊，唔會話擠唔到啲咩。咁睇下主人房啦，主人房咧係1.8米嘅床，然之後咧一個大衣櫃，裏邊係一個套間設計，都係3段式嘅一個洗手間、洗手台、洗手盤，全屋係一個中央空調，全屋都係中央空調嚟嘅。指紋密碼一體鎖，睇下各位對呢套房感唔感興趣？如果感興趣嘅話，佢可以評論區或者後台WhatsApp我，現場過嚟睇樓啦，拜拜。